我哋係豬蛙聯盟，歡迎光臨。今集與豬全體，我同豬大人嚟到曹公坊食個 lunch。我哋一早已經鎖定目標，要去位處於香居街街市熟食中心1樓嘅肥媽屋食翻碟撈車仔麵啦。嚟得香居街街市食嘢就預咗唔係食環境，而係食風味。不過當日我哋係酷熱天氣下幫襯，又冇覺得好熱，因為風扇好充足。望下餐牌有咩食先，都係基本車仔麵嘅餸，除咗魷魚、牛腩、豬大腸、豬手較為貴之外，其他價錢就正正常常啦。點完嘢食就自己揾位坐。雖然每碟車仔麵都係逐碟煮，但係等大概5分鐘左右就有得食。呢一碟就係我嘅撈粗麵，配上豬紅、咖喱魚蛋、鳳爪、雞翼同埋豬皮，一個麵5個餸，合計46蚊。豬大人嘅車仔麵都上台啦，佢同樣係揀咗撈粗麵，配咗蘿蔔、雞翼尖、鳳爪、豬皮同埋豬紅，一樣係5餸1麵，合共46蚊。等我簡單講下每樣餸嘅食後感啦。先講我至愛嘅雞翼，雞翼肉質尚算嫩滑，滷水汁本身甜甜地，滷嘅時間啱啱好，推薦啦。鳳爪都係另一個推介之選，除咗軟硬度適中之外，同樣係滷得好入味，每一啖都覺得好滋味。咖喱魚蛋嘅咖喱味就唔明顯，但係辣味嘅後勁好突出，食嘅時候要注意。豬皮係另一個推介之選，同樣係滷得好入味，而且帶有甜味。最欣賞係切成條狀，方便食用，而且豬皮表面都清潔得好乾淨，冇見到有豬毛。至於豬紅我就唔推介，雖然入口都係滑捋捋，不過就完全冇味。叫得撈麵就好靠搭配嘅醬汁。我細個喺新區嘅舊式屋村食過嘅撈麵，係用豉油溝蠔油成為撈汁，而呢度嘅撈汁，因為我唔係金舌頭，所以食唔出究竟係由啲咩組成，但係就好似滷水汁咁樣，帶有少少嘅甜味，稀結嘅程度亦都啱啱好。重點係醬汁好足夠，食晒成個車仔麵都仲有得剩啊！再嚟就試下豬大人點嘅白蘿蔔，蘿蔔嘅軟硬程度啱啱好，食落口都冇渣，但係就完全冇味，唔推薦。再講下台上面擺放嘅辣椒油，食到中段我就加咗少少落個麵度試下，不過就唔辣又唔香，所以唔試都冇所謂。而豬大人就試咗落橙色嘅辣椒醬落個麵度食，佢就話辣椒醬冇酸味，不過辣味都有後勁。總括嚟講，肥媽屋嘅撈車仔麵值得推介。一來撈車仔麵唔常見，二來環境比想象中乾淨同埋冇咁熱，所以我會俾4粒星。食飽飯我哋就直接去咗呢間芝士蛋糕店度食甜品。呢間店鋪係豬大人嘅朋友介紹我哋嚟㗎，鋪仔細細，入面有3張迷你嘅台仔可以堂食。眼見蛋糕嘅種類唔算多，主要都係賣巴斯克蛋糕。由於唔係太肚餓嘅關係，我哋就揀咗一件芋泥巴斯克蛋糕 share 食。芋泥主要分布喺蛋糕嘅底部，佔嘅比例大概係蛋糕嘅1/4左右。芋泥嘅份量雖然唔多，但係好香，入口比較黏立同埋稀。至於蛋糕就好軟身，芝士味就唔算好濃。總括嚟講，件蛋糕雖然好食，但係50蚊一件嚟講相對上較貴，所以我會俾3粒星。多謝你睇到最後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製作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中意呢段片，就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 啦。拜拜。